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5月12，箴言3章21到22節安尼講：我的囝，着即首真的智慧甲教話，毋通互因離開你的目睭，安尼因要佇你的靈魂做活命，佇你的頷頸做水的磚塔。三甲來祈禱，愛願即首真智慧甲教話，毋通互因離開目睭的天父。願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永活的全能上帝，你是智慧甲活命的源頭。你的恩典日日更新，你的慈愛永無改變，令信實扶持阮，用憐憫看顧阮，互阮的每一天攏通經歷你豐盛的恩典甲平安。主啊，願命你獻上敬拜甲尊重，因為你的作為全然會可畏奇妙。主啊，求你幫助阮，追求對你來的智慧。互阮明白，智慧毋是知識的累積，乃是敬畏你的心。也互阮通知，真正的聰明，毋是人的計算，乃是願意順服你的旨意。主啊，因為願若接受你的智慧甲教話，你就要互這個成做阮靈魂的活命，甲頷頸水的磚塔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